主后2023年3月初3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生命无空转。圣经咱要做来听读马太福音第3章第1到12节。当时，施洗者约翰来伫犹太的旷野伫传道，伊宣扬讲：恁着悔改，因为天国得要实现啦。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得讲的：有声伫旷野得发，为着主准备道路，为伊修直小路。约翰穿骆驼毛的衫，腰下披带，所食的是草莓甲野蜜。有真侪人对耶路撒冷、犹太逐所在，甲约旦河一带来伊遐认罪，伫约旦河对伊领受洗礼。约翰看到真侪法利赛派甲撒都该派的人嘛来领受洗礼，就对因讲：恁遮的独蛇，什么人经过恁闪避上帝得要发的受气，着用行为证明恁有悔改。恁毋通家己想讲，亚伯拉罕是阮的祖先，我甲恁讲，上帝会当用这石头做子孙予亚伯拉罕。布头已经挂伫树头，所有无结好果子的树，拢要甲伊撮起来，迄落火。我用水甲恁洗礼，表示恁已经有悔改。毋过，伫我后面得来迄位比我较有权能，我连甲伊寒鞋都袂砍得，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洗礼。伊的手摕簸箕，要将麦埕簸清气，麦仔收入仓库。麦香就用麦花的火甲伊烧掉。以上，生命无空转。悔改提供一个机会，互人通改变迷路的现状。伫悔改以前，必须先察觉家己迷路，伫倒位犯罪，远离上帝，才会当决定活倒转，上时阵采取行动，转向正确的路径。拄亲像路加福音15章的浪子譬喻，细汉囝伫外面放荡散尽家产，穷途末路的时才顿悟，阮老爸有遐尼济请工，因拢有物通食，搁食到有剩，毋过我伫遮得要饿死，所以伊讲：我要起来，转去我的老爸遐，甲伊讲：阿爸，我有得罪天，嘛有得罪你，已经无资格做你的囝，请互我做你的请工就好。迄个困苦艰难的处境，互细汉囝醒悟，伊看见家己得罪上帝，得罪老爸，佮决定活转身回头，行往回家的路。悔改无应该只是心肝底产生悔悟的念头若定，更较需要采取行动来证明，才是真正的悔改。昨日，施洗者约翰伫约旦河边传讲悔改信息，佮用水的洗礼做悔改的印记。伊呼吁前来要求受洗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，必须用行为证明因有真正悔改。若只有表面行即样的受洗，就好亲像是车的档仔拍伫空洞，搁安怎吹油门，烟瘾也是伫空转，
且也只是会停留伫原地驶袂振动共款。若无悔改的行动，对落来的审判就无法度逃脱。1997年4月间，犯下掠人拆票案件，当年11月遭受逮捕的陈振兴，伫狱中默写一封公开道歉的批，陈述伊的犯行，甲恳求原谅。批的尾仔，伊安尼写：我要走啊！引起全国的不安，并毋是我的本意。今仔日是因为南非武官的查某囝 Christine 传耶稣互我，加上真侪人的祈祷，我才真正大彻大悟，悔改成做基督徒。信也着行，毋信也着走。请莫怀疑我，因为我信，我才在罪，才认错。这伫以前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再会啦，互我害过的人袂少，我的道歉检采袂当带来甚物疗效，请你也来接受耶稣的疼。这个疼，伊伫我自细汉就有的内在创痛。也的确会当医治你，我悔罪，请你原谅。圣经内面不断强调一件代志，就是当人犯罪了后，只要承认家己的过犯，搁悔改，活转身行往上帝所欢喜的道路，上帝就会互人机会。上帝赐恩典。互咱会当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接受伊的救恩，一切的罪拢要得到赦免，所有的罪责，主耶稣拢替咱偿还了。同时，咱也因为信，生命通得到顶头生，拥有新的生命和新的关系。只要咱愿意活转一个方向，活转身行往上帝，就通得到顶头生和更新的生命。这个时阵，你是毋是准备好启动信心的锁匙，采取行动，行往天国成圣的道路咧？默想，查验家己的生命有倒一个部分是停滞空档，需要进一步检修的咧。查验家己的生命有倒一个部分是停滞空档，需要进一步检修的咧。做来祈祷，赐真光的上帝，感谢你为我充满罪的生命打造悔改的空间，互我通在罪、悔改、离罪，行往得你欢喜的光明之路。求你带领搁赐我气力，继续向前行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